你有冇聽過一個傳聞，話考古學家喺瑪雅金字塔底下竟然挖出咗巨人族嘅遺骸，甚至有啲陰謀論者話美洲嗰啲宏偉嘅古文明建築根本就唔係普通人類起嘅，而係出自呢班史前巨人之手。你以為呢啲只係網上流傳嘅都市傳說，聽下就算。但係當考古學家真係喺墨西哥嘅密林深處挖出一個又一個重達幾十噸嘅巨型石像頭嗰陣，成個科學界都震驚咗。呢啲巨大嘅石像究竟係咩人留低嘅？點解佢哋會喺3000幾年前嘅美洲叢林入面留低咁多不可思議嘅遺跡？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拆解呢個謎團，睇下呢個被稱為美洲始祖嘅神秘文明究竟點樣憑空出現，最後又點解會無啦啦消失得無影無蹤？要講呢個巨人族嘅傳聞，我哋首先要將時間推返去到16世紀，當時西班牙人啱啱登陸美洲大陸，征服咗阿茲特克帝國。喺嗰個時候，啲西班牙士兵經常會喺當地原住民嘅口中聽到一個古老傳說，話喺好耐好耐以前，世界上曾經存在過一個叫做基納梅特森嘅巨人種族。原住民堅信美洲嗰啲巨大嘅神廟同埋金字塔都係由呢班巨人親手建造嘅。當時嘅西班牙編年史家甚至記錄低佢哋喺荒野之中真係睇到啲大得好誇張嘅骸骨。有一位叫做貝爾納爾嘅西班牙軍官就曾經喺回憶錄入面寫到，佢哋親眼見過一條粗壯到一個成年人都抱唔晒嘅大皮骨。呢啲記錄喺歐洲傳開咗之後，唔少人都深信美洲真係有巨人存在過。不過隨住現代科學嘅發展，真相終於水落石出。原來當年西班牙人同埋原住民見到嗰啲所謂巨人骸骨，其實根本就唔係人骨，而係屬於冰河時期嘅巨型動物，例如猛獁象、乳齒象或者巨型樹懶嘅化石。因為古人缺乏古生物學嘅知識，見到咁大甲骨，好自然就會聯想到入面嘅巨人。雖然骨頭巨人嘅傳說被科學推翻咗，但係美洲叢林入面嘅石頭巨人就真係確確實實咁存在，而且仲揭開咗一個比瑪雅文明更古老、更神秘嘅史前文明。故事嘅轉折點發生喺1862年，當時墨西哥南部韋拉克魯斯州有一個農場工人，喺一個叫做特雷斯西降開墾叢林嗰陣，牧師降漢斯斯西爾個卡字在人架西，佢以為自己掘到大礦間高係二嘅，人一自己生人夾租間夾租係二嘅屁係二嘅係二嘅係二嘅係佢嘅係二嘅係人一個未高係。呢個石像頭淨係高度就有差唔多2米，重量起碼有10幾噸，而且雕刻得非常之生動，有一個好闊嘅鼻、厚厚嘅嘴唇，仲戴住一頂好似頭盔咁嘅物體，眼神望落去不怒自威。呢個發現當時引起咗小規模嘅轟動，但因為當時嘅考古技術仲未成熟，好多學者都以為呢個只係瑪雅人或者阿茲特克人嘅某種奇特雕塑，冇再深入去研究。直到1938年，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嘅著名考古學家馬修·斯圖爾特·斯特林帶領團隊再次深入呢片熱帶雨林，先至真正震醒咗成個考古界。斯特林嘅團隊喺叢林入面經歷咗無數次蚊叮蟲咬、惡劣天氣同埋各種危險，終於將成個古城嘅遺跡慢慢發掘出嚟。佢哋唔單止指返1862年發現嗰個巨型頭像，仲喺附近嘅幾個遺址，例如聖洛倫索同埋拉文塔，陸陸續續挖出更多嘅巨型石像頭。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總共喺墨西哥灣沿岸發現咗17個呢啲巨型石像頭，最大嗰個高度超過3米，重量甚至達到驚人嘅40幾噸。你試諗下，40幾噸即係相等於10幾架私家車疊埋一齊咁重。更令人震驚嘅係，經過地質學家分析，雕刻呢啲石像頭所用嘅玄武岩根本就唔係出產自當地，而係來自距離遺址50幾至100公里外嘅圖斯特拉山脈。呢個發現真係令所有專家打晒頭。要知道呢個文明存在嘅時間，大約係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400年之間。喺3000幾年前嘅美洲，當地人根本仲未發明車輪，亦都冇馬、牛呢啲可以用嚟拉車嘅大型駝獸。佢哋究竟係點樣將日幾重達幾十噸嘅大獸由幾十公里外嘅泛區運過崎嶇嘅仙澤、木木嘅諾如嘅齋、統行街、佢澤粗先冲行街，最終運到去目的地去進行雕刻呢？有學者推測，佢哋可能係動用咗成千上萬嘅勞動力，趁住旱季嘅時候，用大量嘅樹幹作為滾木，將巨石慢慢推到河邊，然後再將巨石綁喺巨大嘅木筏上面，順住水流運過去。但係只要木筏嘅浮力計錯少少，或者河水嘅流速突然改變，曾隻河十冚、利十、水環、單河，能夠喺3000幾年前完成咁龐大嘅工程，足以證明呢個文明擁有極之嚴密嘅社會組織能力、高超嘅工程技術同埋精準嘅數學計算能力。
咁呢個創造出石頭巨人嘅神秘文明究竟係咩來頭？考古學家稱呼佢哋為奧爾梅克文明。其實奧爾梅克呢個名並唔係佢哋對自己嘅稱呼，而係後來嘅阿茲特克人對呢片地區居民嘅叫法。喺阿茲特克語入面，奧爾梅克意思係橡膠地嘅人，因為墨西哥灣沿岸盛產橡膠樹。奧爾梅克人係世界上最早識得點樣提取橡膠汁液，並且將佢加工成有彈性嘅橡膠製品嘅人。奧爾梅克文明被學界公認為中美洲文明嘅母體或者始祖。點解咁講？因為你喺後來嘅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身上睇到嘅所有標誌性文化特徵，幾乎全部都可以喺奧爾梅克文明打到源頭。例如金字塔，好多人以為瑪雅人係美洲最早起金字塔嘅人，但其實早喺公元前900年，奧爾梅克人已經喺拉文塔遺址起咗一座高達30幾米嘅泥土金字塔。雖然佢冇後來瑪雅人用石頭起嘅金字塔咁華麗，但已經奠定咗中美洲以金字塔作為神廟基座嘅建築傳統。除咗建築，宗教信仰亦都係一脈相承。奧爾梅克人有一種非常獨特嘅崇拜，就係半人半豹嘅神話形象。喺佢哋遺留落嚟嘅大量玉器同埋石雕入面，經常會見到一種結合咗人類 BB 同埋美洲豹特徵嘅神靈。通常嘴角向下彎，露出好似豹一樣嘅獠牙，頭頂仲有裂痕。美洲豹喺中美洲叢林入面係頂級掠食者，代表住力量、黑夜同埋統治力。奧爾梅克嘅統治者將自己包裝成美洲豹嘅化身，嚟鞏固自己嘅神權統治。呢種對美洲豹嘅敬畏同埋崇拜，後來完美咁傳承咗俾瑪雅人同埋阿茲特克人。仲有一個非常震撼嘅傳統，就係血腥嘅祭祀同埋中美洲獨有嘅速球運動。奧爾梅克人相信人類嘅生命同埋大自然嘅運作都係神明賜予嘅，所以必須要用鮮血嚟回報神明，以維持宇宙嘅平衡。考古學家喺遺址入面發現咗好多用嚟放血嘅工具，例如黃鯛魚嘅毒刺同埋打磨得非常鋒利嘅黑曜石刀片。當時嘅貴族同埋祭司會用呢啲工具刺破自己嘅耳珠、脷，甚至係生殖器官，將滴落嚟嘅鮮血獻俾神明。而佢哋發明嘅速球運動，亦都唔係普通嘅體育競技咁簡單，而係一種充滿宗教儀式感嘅生死決戰。球員要用腰部、臀部或者手踭，將一個沉重嘅實心橡膠球頂過一個石造嘅圓環。呢場比賽往往代表住光明與黑暗、天上與地下嘅較量。最得人驚嘅係，比賽嘅結果好多時會同人際扯上關係。有啲歷史學家認為，輸咗嗰隊嘅隊長，甚至成隊人都會被推上祭台，斬首祭神。亦都有另一派說法指，能夠為神明犧牲係一種無上嘅光榮，所以贏嗰隊嘅隊長先至有資格被獻祭。無論係邊種講法，呢種將體育同血腥祭祀結合嘅文化，都係由奧爾梅克人首創，然後席捲成個中美洲。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嗰17個巨型石像頭究竟雕嘅係邊個？一開始有人因為石像頭嘅闊鼻厚唇特徵，懷疑奧爾梅克人係咪由非洲遠渡重洋嚟到美洲嘅黑人。但經過嚴格嘅基因分析同埋體質人類學對比，科學家證實奧爾梅克人絕對係地地道道嘅美洲原住民。石像頭嘅五官特徵其實同依家住喺墨西哥南部嘅原住民非常之相似。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呢啲巨型頭像其實係歷代奧爾梅克統治者嘅個人肖像，每個頭像上面戴住嘅頭盔圖案都唔同，可能代表住佢哋各自嘅家族、徽章或者守護神。統治者將自己嘅頭像雕刻到咁大，擺喺城市嘅中心廣場或者神聖嘅通道兩邊，就係為咗展現自己無高無上嘅權力，令到每一個經過嘅平民都產生敬畏之心。奧爾梅克人嘅聰明才智仲唔止喺雕刻同埋建築，佢哋極有可能係美洲最早發明文字同埋曆法嘅民族。喺2006年，考古學家喺墨西哥發現咗一塊被稱為卡斯卡哈爾石刻嘅文物，上面刻有62個神秘嘅符號。經過年代測定，呢塊石刻大約來自公元前900年，比瑪雅文字仲要早幾百年。雖然至今專家都仲未能夠完全破解呢啲符號嘅意思，但已經足以證明奧爾梅克人擁有自己嘅書寫系統。同時，佢哋亦都掌握咗非常先進嘅天文學知識，為後來瑪雅人嗰套準確到令人髮指嘅曆法打下咗堅實嘅基礎。奧爾梅克文明喺美洲大陸繁榮咗足足800幾年，由公元前1200年嘅聖洛倫索時期發展到公元前900年嘅拉文塔時期，勢力範圍同埋文化影響力不斷擴張，甚至遠及今日嘅薩爾瓦多同埋危地馬拉。但係就喺公元前400年左右，呢個不可一世嘅美洲始祖文明，竟然好似人間蒸發咁，突然之間走向衰亡。
巨大嘅城市被遺棄，神廟被熱帶雨林吞噬，連嗰啲代表住最高權力嘅巨型石像頭都有唔少被人刻意破壞、毀容，甚至深埋落地底。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一個咁強大嘅文明憑空消失？坊間有好多天馬行空嘅猜測，有人話係外星人帶走咗佢哋，又有人話係因為某種可怕嘅史前病毒令佢哋滅絕。但係考古學家同埋地質學家經過多年嘅跨學科研究，為我哋拼湊出一個更加真實，亦都更加令人唏噓嘅答案。其實摧毀奧爾梅克文明嘅好大機會係大自然嘅無情力量。奧爾梅克文明之所以能夠喺初期迅速崛起，好大程度係依賴墨西哥灣沿岸肥沃嘅沖積平原。當時嘅河流每年都會泛濫，為兩岸嘅農田帶嚟豐富嘅養分，令到農作物可以大豐收，從而養活大量嘅人口，支撐起龐大嘅公共工程。但係正所謂成也風雲，敗也風雲，大約喺公元前400年左右，中美洲嘅地殼板塊發生咗劇烈嘅變動，頻繁嘅地震同埋火山爆發，徹底改變咗當地嘅地形。地殼變動導致地勢上升或者下降，令到原本流經奧爾梅克主要城市嘅河流，竟然慢慢改變咗河道，甚至乾涸。冇咗充足嘅水源，加上火山灰覆蓋咗農田，依賴農業為生嘅奧爾梅克人，即刻面臨史無前例嘅大饑荒。冇嘢食，社會秩序自然會崩潰。曾經被視為神明化身嘅統治者，因為無法向神明祈求到雨水同埋豐收，徹底失去咗平民嘅信任。當信仰崩塌，飢餓嘅災民好可能發起咗暴動，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咁多巨型石像頭會被發現有被人為破壞嘅痕跡。憤怒嘅群眾推翻咗統治者嘅神壇，將佢哋嘅雕像砸爛，甚至埋落地底，象徵住推翻舊有嘅政權同埋神權。喺連串嘅天災人禍打擊之下，奧爾梅克人只能夠被迫放棄佢哋辛苦建立嘅城市，四散流亡到其他地方尋找生機。就咁樣，呢個曾經璀璨奪目嘅美洲始祖文明，慢慢消失喺歷史嘅長河之中。但係佢哋並冇真正咁滅絕。流亡嘅奧爾梅克人將佢哋嘅文化、技術、信仰同埋曆法帶到去中美洲嘅各個角落。呢啲文明嘅種子喺隨後嘅幾百年入面，喺瑪雅人、薩波特克人、托爾特克人，以至最後嘅阿茲特克人身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成就咗中美洲古代文明嘅輝煌。所以，當我哋依家去到墨西哥旅遊，見到瑪雅文明嗰啲令人嘆為觀止嘅階梯金字塔，或者喺博物館睇到各種精美嘅玉器同埋神秘嘅象形文字嗰陣，我哋其實都係緊緊咁觸摸緊奧爾梅克人留低嘅歷史脈絡。瑪雅金字塔下面雖然冇畫出傳說中嘅巨人族遺骸，但係嗰17個重達幾十噸嘅奧爾梅克巨型頭像，已經用最震撼嘅方式向世人證明咗人類祖先喺面對大自然考驗嗰陣所爆發出嚟嘅無窮智慧同埋毅力。歷史嘅真相往往比神話故事更加精彩，亦都更加值得我哋去敬畏。奧爾梅克文明嘅興衰，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警示，提醒我哋人類無論發展到幾咁強大，喺大自然面前始終都係渺小嘅。如果我哋唔識得愛護環境，適應自然嘅變化，就算擁有再輝煌嘅文明，最終都可能會步上奧爾梅克人嘅後塵，消失喺茫茫嘅荒野之中。不知道大家對呢個充滿神秘色彩嘅美洲始祖文明又有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見解。